如果一間屋比附近嘅叫價平10萬，你會唔會即刻覺得呢一間屋買得過？但如果我同你講，其實佢係貴過市場嘅，你又信唔信呢？其實而家買家們最大嘅問題唔係冇樓睇、冇樓揀，而係一個終極嘅問題，就係點樣先至算係買得過嘅屋呢？買樓唔係淨係買磚頭，有Mike帶路，令你行少好多彎路。今日呢條片咧，唔係教大家點樣去估個市，而係同大家分享3個我真係日日幫客人出 offer 嘅時候嘅一啲嘅策略，真真正正嘅塞錢落你袋啊！今日睇完呢條片咧，你會知道點樣可以用3個好有效嘅指標，了解究竟呢一間屋真真正正嘅價值應該係幾多，值唔值得出手嘅。但我講清楚先啊，買得過咧唔等於係最平，亦都唔等於人人都覺得係最平為之係抵啊嚇！買得過嘅意思其實就係呢一個價錢有冇數據，有冇邏輯，同埋將來有冇流通性嘅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有冇數據啊，要真真正正去將啲成交嘅數字咧去作比較，唔係齋睇咧佢個出價或者掛牌嘅價錢嘅。嗱，我哋平時咧每日做 CMA 啦，或者做估價，甚至乎談判嘅時候咧，通常咧都會睇 transaction 嘅，即係咧一啲嘅 sold price 已經賣咗嘅價錢，而賣咗價錢咧唔係講緊咧1年前賣咗、2年前賣咗、3年前賣咗嘅嗰啲價錢喎。我哋咧通常都係以3個月作為一個嘅叫做 market 嘅一個標準嘅，因為每一季 market 咧可能會有所改變，所以我哋通常咧睇3個月。如果真係3個月都冇一啲 data 係夠嘅話咧，我哋最多只能夠去到4個月或者係半年，但係啲數字咧都可能會有偏差嘅。而我哋睇嘅時候，亦都會 compare 咧同一個屋型啊，即係講緊如果一房咧就重翻一房，一房加釘就同翻一房加釘嚟比較，用2房嘅價錢嘅尺價咧嚟盤算一房嘅價錢咧，咁係會好錯噶。咁當然啦，甚至乎唔可以用 townhouse 同 apartment 做比較啦，因為2個房屋裏邊更加大嘅分別。通常最好咧就係從一棟 building 啦，或者同一區咁樣去做一個比較嘅。嗱，我之前咧有個客咧，佢買咗個單位，以為自己咧係貴過人哋8萬蚊嘅，但係咧其實計翻個樓層啦、座向啦或者屋型咧，佢發現咧比市場成交價咧係買平咗嘅。咁其實你個重點就係咧買得過咧，其實係要俾啱對象，而唔係咧同最平嗰一間去比嘅。去到第2個指標啦，我會講少少專業嘅嘢，但係非常之有用。我盡量咧將呢件事咧講得清楚易明淺白，俾大家咧可以明白到嘅。嗱，一般嘅買家咧睇樓嘅時候，通常都會睇到幾樣嘢啦。第一樣價錢啦，第2樣尺數啦，第3樣當然可能譬如話間屋嘅狀態啊，或者係佢有咩設施啊、管理費啊等等啦。但係咧好多時候，當你睇完間屋之後，你了解咗呢間屋佢啲所有嘅一啲嘅數據之後，你會打到個問號嘅。呢一間屋究竟真真正正嘅價值係乜嘢呢？係咪個政府估價，定係之前個業主買入嚟個價錢？咁點樣可以量化到呢一件事呢？我哋通常咧就會用一個叫做平均尺價咧，得出咧呢一個嘅數字出嚟嘅。當然啦，你就算計咗個平均尺價 ，for example， 近呢3個月附近嘅成交，同一個類型嘅屋，平均嘅尺價係某一個數字嘅話，可能樓層唔一樣，嗰個座向又唔一樣，有一啲係多個車位，可能有一啲咧就係平台花園。係啦，冇錯，冇一間屋咧係會一模一樣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通常咧就會用一招加減嘅價值咧，將呢一個嘅價值嘅區間咧，就將佢列咗出嚟嘅。可能3個月前賣咗嗰間屋，佢可能咧係樓層比你高5層，或者係低你3層嘅。咁究竟每一層值幾多錢呢？嗱，每一層幾多錢，唔係話你平時買樓花嘅時候嗰個發展商每一層加你3000蚊、5000蚊、2000蚊咁樣喎，而係究竟喺一個嘅乜嘢嘅市場裏面，呢一類型嘅屋，呢一類型嘅客人，佢哋願意俾多幾多錢作為一個樓層呢？咁當然啦，你今日可能買緊一個10樓嘅屋，你冇辦法可以買到11樓或者12樓嘅屋，因為人哋唔賣俾你噶嘛，唔係間間屋都賣緊噶嘛。咁所以呢一啲數字咧，都只能係做一個買家與賣家之間做一個區間或者談判中間嘅一個 range 啊。除此之外啦，當然就係座向啦。一棟樓通常咧正常嚟講咧，向南咧
多啲人喜歡嘅，因為咧冬暖夏涼啦，二來就係通常嗰個嘅採光都會好少少啦，但係亦都當然會有一啲嘅例外嘅。For example， 如果呢一棟樓佢嘅南邊可能係 highway 嘅，如果係咁嘅話，咁佢向南嘅景色咧就反而咧冇比向北嘅景色咁靚。再舉一個例子啦，譬如話可能你而家睇緊呢間屋係多咗一個車位喎，咁你又要計翻啦，呢一個車位究竟價值係幾多呢？喺 downtown 一個嘅車位個價值係絕對係會比 Surrey 一個車位嘅價值咧高啲嘅。究竟一個正常嘅買家佢願意會付出幾多錢去買多一個車位，或者呢一個屋苑裏面究竟係幾多家庭客係需要2個車位嘅呢？如果一間一房嘅單位啊，咁佢未必多咗一個車位，有2個車位係好重要嘅。通常一房單位都係俾一啲單身人士，極其量都係一對嘅 couple， 可能佢哋未必需要2架車。但係如果講緊一個 townhouse， 佢係得一個車位，絕對會比2個車位咧就係輸蝕好多，因為咧 townhouse 通常都俾 family 住嘅，唔係咧俾單身人士住。唔知你明唔明呢？所以啦，呢個市場咧就唔係你自己亂咁估嘅，而係去睇究竟呢一啲嘅價值究竟有冇人肯俾嘅，呢一個就叫做市場價啦。所以總括而言咧，買樓咧就唔係俾緊一個單位，而係俾緊一個可量化嘅組合價值。嗱，呢一段咧可能咧就真係深奧少少嘅。如果大家唔明咧或者有疑問咧，歡迎喺下底留言啦，或者咧私信我咧，俾多啲 example， 甚至乎你睇緊嘅屋咧去幫你做呢一種嘅評估嘅。講到第3個指標啦，呢樣嘢可能好多嘅買家咧都未必知道嘅，就係業主嘅底牌同埋未來流通力嘅。通常咧，我帶客人睇樓嘅時候咧，如果客人咧對呢間屋有啲興趣嘅話，我通常咧都會即刻可以俾佢知道呢間屋究竟個業主幾時買，同埋用咩價錢去買嘅。呢一樣嘢究竟關唔關個買家事呢？心水清嘅一睇就知道，梗係關你事啦。因為啊，如果業主咧佢喺一啲比較高位嘅時候買入嘅話，變咗咧佢嘅水位可能非常之低，甚至乎要蝕本嘅話，議價嗰個空間咧，你至少可以睇到啦。當然可能有啲業主好等錢使嘅，但係係咪真係個個業主都咁等錢使呢？亦都有跡可尋嘅。之前都有教過大家噶啦，睇下究竟間屋係咪個業主自己住緊啊？業主已經買咗第2間屋未啊？定係有第2啲嘅諗法，甚至乎有啲端倪可能係對方經紀嘅口中啦，或者佢嘅態度咧裏面咧可以探出嘅。但係如果佢係喺好多年前低位嘅時候買入嘅話，就變咗基本上無論點樣都好，市場唔係話咁好嘅時候賣，佢都仲有啲錢賺下，甚至乎可能佢已經擺咗啲錢落去裝修，跟住呢間屋都依然有錢賺嘅。咁呢一樣嘢咧，可能對你嚟講咧有一個 benefit 咯。變咗啦，如果有2間屋都同時比較緊，一間屋咧個業主咧係要劈價劈得好犀利，或者係叫做係即係蝕本蝕好多，而另外一間咧就係個業主咧冇乜點蝕嘅話，可能啊講緊咧邊一間會好傾啲咧？大家應該就心中有數啦。所以換句話講啊，你作為一個買家咧，你未必一定要壓到佢最低嘅價錢，但你至少知道究竟佢業主嘅心理價位喺邊度，你先至可以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嘅。除咗要睇咧業主嘅心理之外啊，你亦都要睇一睇究竟呢一間屋嘅未來流通力係乜嘢。舉個例子俾大家聽，我帶過一個客人咧去睇過一個某屋苑啦，一個嘅單位，哇，嗰個單位咧真係比其他嘅單位平好多，但係咧裡面咧就係真係咧日久失修，同時間咧就啱啱對住個大馬路，的而且確個尺價係非常之吸引，係比市場價至少都平100蚊一尺啊！咁但係啦，到最尾咧買家都冇去揀。明知嘅，點解呢？因為佢好深信知道啊，佢可能平100蚊尺價買翻嚟，可能佢第2日咧都要平100蚊尺價賣翻出去嘅。今日你好彩係撞正你係買家市場嘅時候，好平咁樣購入一間嘅單位，但係你哋亦都好難去判斷究竟未來你賣嘅時候究竟係咩市場，會唔會他朝君體也相同呢？咁呢一樣嘢就係要睇究竟你今日買呢間屋咧，會唔會係大多數嘅買家們
都會比較喜歡個屋啦。包括啲乜嘢呢？就係呢個間隔究竟好唔好用啦，夠唔夠主流呢？大眾都喜歡呢。第二，佢個管理費會唔會貴呢？會比同區嘅類型嘅屋呢，會唔會係平少少呢？跟住佢呢棟大廈會唔會係有一啲嘅負面嘅記錄呢？或者同區會唔會未來個供應會爆增呢？會突然之間有好多樓同時間起好，同你去競爭呢？呢啲咧都係好主要因素嘅。睇翻究竟呢一間屋嘅未來流通力係點樣嘅。所以平時咧成日同我客人講嘅就係，我寧願佢未必係買到最平嘅屋，但係我希望佢去買到一間容易再賣嘅屋。所以咧以上呢3個指標咧就係點樣去評估一間屋係買得過嘅屋，同大家咧recap 一次先啊！第一樣就係真嘅成交比較，第二個就係真嘅價值嘅拆解，而第三個咧就係業主嘅底牌同埋未來流通力啦。所以核心一樣嘢咧就係買唔買得過，其實唔係憑感覺，而係憑判斷。如果你而家呢一刻睇緊樓，又唔知道佢值唔值得，可以咧喺下低嘅留言度打幫我睇，或者直接 DM 我都 OK 嘅。我會用今日講嘅呢3個大指標咧，同大家咧去拆解，一齊睇下究竟呢一間屋值唔值得嘅。今日咧真真正正咧係講咗好多嘅乾貨俾大家知嘅。好多時候咧呢一啲嘅資訊咧未必喺市場上咧會咁流通，或者俾咁多人可以知道嘅。其實咧我哋咧分享呢一啲嘅乾貨，都係希望可以幫到大家。無論睇緊片嘅你係準備緊買樓又好啦，賣樓又好啦，希望你係有所得着。如果你有得着嘅話，俾個 like 我哋，等我哋知道我哋應該要繼續拍呢個內容，可以咧俾到多啲嘅得益俾大家。如果有啲咩嘅問題或者有一啲嘅 comment 啦，歡迎喺下底理性討論。中意我哋頻道記得 CLSS， 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